一念一运万事完，一念自心大道团。满腹欢喜一自在，了却心事无操烦。弥勒十方广流行，暇时扶持大道了慧命，真如复兴开正中，实怀得亮放光明。我们非常感谢菲律宾的到期因非常天祥的弥勒真正的英雄。接着，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道亲，他们远道而来的青年伙伴们，为我们带来非常感性的感恩词与非常精彩的热舞表演。大会报告，大会报告，越南城市剧表演，请到出台前，听众朋友在场的前方在起，大会报告，大会是否前行？叶小姐是在哪儿见过？过去跟我讲，请问是史丽吗？你是？哦，你是Helen大姐，你好，你好。在此人生何处不相逢？此时相逢盛坛中。是。所以嘛，我说缘分的东西是很奇妙的。我们竟然在这边巧逢了，那我们先向大家问个好。好，各位贵宾，各位长官，各位群人，各位顶来师，各位田家大德，大家好。哇，热闹哦，人山人海耶！协力协力。请问一下，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啊？今天吗？不知道。切，你什么都不知，你没有知识也有常识，没有常识至少嘛，你做过家事啊？没有做过家事，你应该经过教室，是不是？说得不错。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来宾在这里哦。请到姐姐在出台前的好。原来如此，你太看不起我啦！害我带了这么久，一直想不起你。现在耍一些手机，死死分领给你看哦，仔细听哦。吃葡萄不吃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哇哦，真不错！想不到士别三日，竟然刮目相看，也学起人家有点墨水来。谢谢。唉。现在轮到你有问题嘞，过去问一下，什么事情使你这么叹气？我想到你的华语讲这么棒，又会绕口令，反而想起我们新加坡的华语，真是让人家伤脑筋啊！哦，什么事使你这么伤脑筋呢？说来听。我们平常所讲的华语，总爱加入一些地方色彩，一味的加料。哦，还会加料好，说来听，仔细听听看哦。打个比方吧，我们来听听这两个人的对白。Hello, Miss Lee， 你在哪儿啊？我去 shopping 啊。哦 ，I see。今天是 weekend， 难怪你穿得这样 smart。哦，是吗？感谢，德里玛嘎塞。耶，这只是我们新加坡的心意之一而已。其实嘛，你还有好多的嘞。比如呢，就好像我们时常说，你有事你跑先，怎么用跑的呢？应该说你有事你先离开，这还没关系。你说更要的嘞，他还说你累了，去旁边养神仙哦。养神仙，我只听过有人养情夫、养二奶，几时倒又养起神仙来呢？所以嘛，这就是我们新加坡的华语咯。唉，忽然想起我们天下的众生，其实每个人都有圆满的佛性，但是来到我们世间都受到许多的色彩，
所感染到，把我们的佛性一一给染上了污染，使到我们忘记了佛性的本来。你说可悲吗？对对，我也同感。所以我们要感谢天恩师德，让我们有福得闻宝贵的大道。在漫漫长远人生中，遇了多少名利和欲望，在生死浮沉之中轮回，迷失了我们至真至善至美的本性，在乱世中如灯一降，一盏明灯突破了黑暗的虚空，拯救了多少的性命。前辈们的无为牺牲与奉献，在艰苦中披荆斩棘，开荒贤道，让我们身在异国的子民也能加入修道的行列，是多么的不容易呀！如今为了感念我们前辈们的劳苦功高，我们放下了我们的工作，来到这里，这千载难逢的盛会中，照一份慈悲之光。也希望在这个盛会中，为众生带来更多觉醒的空间，为世间传达更多的和平讯息。愿我们以同修们共同将这个天道真理散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以报答前辈们长期以来对后学们的关怀与栽培之恩，更以报答浩荡的天恩。说的没错，天道的普度就是拯救我们天下所有的苍生。但是最近我们的社会生病了。对，我最近看了一个报道，根据统计，我国目前的青少年几乎每10人有1.2人行为偏差，比如抽烟、喝酒、吸毒、打架、作奸犯科，样样都齐哦。对，早时一天一件小事情，马上全国大小拢会惊。现在一日30-50件，大家听得无声呀。打开传播媒体，那边发生跳楼自杀，这儿子杀父母，天哪，人伦败坏，人伦败坏哦！我们究竟处在怎样的社会中呢？这哪里是我们心目中最美丽的福尔摩沙吗？贪心是最猛烈的火，憎恨是最坏的执着。一念善心起，诸世界吉祥；一念恶心起，种种灾难殃。这心可上天堂，亦可下地狱。心可成佛祖，也可成魔鬼。罪业本空，由心造，心若灭时，罪亦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修心啊！人间天堂风光好，修道要趁早。不会双修没烦恼，不修也枉早。对，刚才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哎呦呦，你怎么这么健忘呢？再告诉你一次，今天是我们神年3一火圣堂落成的大喜之子啊！对，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日子给忘了呢？哇，你瞧瞧，这外观简直可以媲美美国白宫呢。说的没错，我们不敢说绝后，但绝对是空前。对，这大法船是天堂街道所，能够救助无边众生脱离苦海。这是上天的恩典，前人不离世纪所有典范式的慈悲和苦心。各位勤贤大德们的同心协力，对大清们的群策群力，从黎明到黄昏，无数的日子里，从清晨到黑夜，多少的泪水和汗水，一砖一瓦，一沙一土。有人刷油漆，有人列瓷砖，有人挑泥土，有人绑钢筋，有人舍钱财，有人当义工，大家欢欢喜喜，共同创造一座老母的行宫。一粒种子能长出参天的大树，一片爱心能够砥砺整个社会。都有康康的决心，相照来。讲到这里，后生有点心惊胆跳，为什么呢？因为天意有点紧张哦。天意莫转，天意迭转，莫山秋山在发浪，天必流哦。久久浩劫谁人脱？就事为平一贯中。我们身为一个修道人，必须有狮子的体力，猴子的敏捷以及骆驼的精神。一日修来一日功，一日不修一日空。道在圣传修在己，得有人地命由天。我们举世必要方，我便是德。我们为人不必感德，无怨便是德。在这么一个有意义、值得纪念的日子里，让我们欢迎
姓马的道亲们，为大家呈现出热情的劲舞，以表达我们对道的热忱。我们有请。也在最后时刻，我们一起共勉。让我们借以无数的众生，将这大法船载得满满的，让我们引导在厉海迷航漂泊的船只安全航向彼岸。大家手牵手，内心有一股龙的花开的暖流，大家心连心，共同传播天道的福音。说不尽的天恩，道不尽的温馨，天吹地改，让我们祝福咱们神燕山道路宏展。各位先贤大德，
各位道亲嘉宾，让我们一起创造大同的世界。谢谢。非常感谢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道歉的表演。别以为舞蹈只有年轻朋友们可以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群妈妈们的热歌、劲歌热舞的表演。这个节目是由施秋熙老师所带领的中营学区妈妈普风舞。首先为各位介绍第一首表演的这个舞曲，叫做《汉情恰恰》。小
谢谢菲律宾大仙虔诚的吟诵，让我们再次以掌声感谢他们。明日应运万事圆，一念自心大道团，满腹欢喜一自在，了却心事无操烦。以乐十方广流行，暇时扶持大道了慧命，真如复兴开正中，实怀得亮放光明。我们非常感谢菲律宾的道亲因非常天成的魅力真正的英雄。接着，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道亲，他们远道而来的青年伙伴们，为我们带来非常感性的感恩词与非常精彩的热舞表演。大会报告，大会报告，越南陈世纪小姐，请到主台前，听众朋友在场。他在起大会报告，大会有时候前行。小姐是在哪儿见过？过去跟我讲，请问是子丽吗？你是？哦，你是Helen大姐，你好，你好。这是在此人生而处不相逢，此时相逢甚谈中。是。所以嘛，我说缘分的东西是很奇妙的。我们竟然在这边巧逢了，那我们先向大家问个好。好，各位贵宾，各位长官，各位亲人，各位警察师，各位田家大德，大家好。哇，热闹哦，人山人海哎，协力协力。你们想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啊？今天嘛，不知道。切，你什么都不知，你没有知识也有常识，没有常识至少嘛，你做过家事啊？没有做过家事，你应该经过教室，是不是？说得不错。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来宾在这里哦，小姐，您的姐姐在舞台前等好。哦，原来如此，你太看不起我啦！害我带了这么久，一直想不起你。现在耍一些手机，指指本领给你看喽，仔细听哦。吃葡萄不出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出葡萄皮。哇哦，真不错！想不到士别三日，竟然刮目相看，也学起人家有点墨水来。谢谢谢谢。唉。今天轮到你有问题嘞，过去问一下，什么事情使你这么叹气？我讲到你的华语讲这么棒，又会绕口令，反而想起我们新加坡的华语，真是让人家伤脑筋啊！哦，什么事使你这么伤脑筋呢？说来听。我们平常所讲的华语，总爱加入一些地方色彩，
一味的加料。哦，还会加料好哦，说来听，仔细听看哦。打个比方吧，我们来听听这两个人的对白。Hello, Miss Lee， 你在哪儿啊？我去 shopping 啊。哦 ，I see。今天是 weekend， 难怪你穿得这样 smart。哦，是吗？感谢，德里马嘎西。耶，这只是我们新加坡的心意之一而已。其实嘛，你是还有好多的嘞。比如呢？就好像我们时常说，你有事你跑先。怎么用跑的呢？应该说你有事你先离开。这还没关系，有时候更妙的嘞，他还说你累了，去旁边养神仙哦。养神仙，我只听过有人养情夫、养二奶，几时倒又养起神仙来呢？所以嘛，这就是我们新加坡的华语咯。哎，忽然想起我们天下的众生，其实每个人都有圆满的佛性，但是来到我们世间，都受到许多的色彩所感染到，把我们的佛性一一给染上了污染，使得我们忘记了佛性的本来。你说可悲吗？对，我也有同感，所以我们要感谢天恩师德，让我们有福得闻宝贵的大道。在漫漫长夜人生中，遇了多少名利和欲望，在生死红尘之中轮回，迷失了我们至真至善之美的本性，在乱世中如灯一将，一盏明灯突破了黑暗的虚空，拯救了多少的性命。前辈们的无为牺牲与奉献，在艰苦中披荆斩棘，开荒贤道，让我们身在异国的子民也能加入修道的行列，是多么的不容易呀！如今为了感念我们前辈们的劳苦功高，我们放下了我们的工作，来到这里，这千载难逢的盛会中，照一份慈悲之光。也希望在这个盛会中为众生带来更多觉醒的空间，为世间传达更多的和平讯息。愿我们与同修们共同将这个天道真理散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以报答前辈们长期以来对后学们的关怀与栽培之恩，更以报答后善的天恩。说的没错，天道的普度之事就拯救我们天下所有的苍生。但是最近我们的社会生病了。对，我最近看了一个报道，根据统计，我国目前的青少年几乎每10人有1.2人行为偏差，比如抽烟、喝酒、吸毒、打架、捉奸犯罪，样样都齐哦。对，早时一天一件小事情，马上全国大小拢会惊。现在一日30-50件，大家听得无声呀。打开传播媒体，那边发生跳楼自杀，这儿子杀父母，天哪，人伦败坏了。我们究竟处在怎样的社会中呢？这哪里是我们心目中最美丽的福尔摩沙吗？贪心是最猛烈的火，憎恨是最坏的执着。一念善心起，诸世界吉祥；一念恶心起，种种灾难殃。这心可上天堂，亦可下地狱；心可成佛祖，也可成魔鬼。罪业本空，由心造，心若灭时，罪亦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修心啊！人间天堂风光好，修道要趁早。不会双修没烦恼，不修阎王早。对，刚才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哎呦，你怎么这么健忘呢？再告诉你一次，今天是我们神年3一耳圣堂落成的大喜之子啊！对，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日子给忘了呢？哇，你瞧瞧，这外观简直可以媲美美国白宫呢！说的没错，我们不敢说绝后，但绝对是空前。对，这大法团是天堂街道所，能够救助无边众生脱离苦海。这是上天的恩典，前人护理世纪所有典凡事的慈悲和苦心，各位勤贤大德们的同心协力，对大清们的群策群力，从黎明到黄昏，无数的日子里，从清晨到黑夜，多少的泪水和汗水，一砖一瓦，一沙一土。
行宫，一粒种子能长出参天的大树，一片爱心能够砥砺整个社会。都由康山体协力相照舞台。讲到这里后，先有点心惊胆跳，为什么呢？因为天意有点紧张哦，天意莫转，天意跌转莫三秋三灾八难天必留哦。久久浩劫谁人破？旧事为凭一贯中。我们身为一个修道人，必须有狮子的体力，猴子的敏捷以及骆驼的精神。一日修来一日功，一日不修一日空。道在圣传，修在己。得有人意，命由天。我们举事不必邀功，我便是德。我们为人不必感德，无怨便是德。在这么一个有意义、值得纪念的日子里，让我们欢迎游新马的道亲们，为大家呈现出热情的劲舞，以表达我们对道的热忱。我们有请。
让我们借以无数的众生，将这大法船载得满满的。让我们引导在厉海迷航漂泊的船只安全航向彼岸。大家手牵手，内心有一股龙的花开的挽流。大家心连心，共同传播天道的福音。说不尽的天恩，道不尽的温馨，天吹地改，让我们祝福咱们神燕山道路宏展。各位先生大德，各位道亲嘉宾，让我们一起创造大同的世界。谢谢。非常感谢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道歉的表演。别以为舞蹈只有年轻朋友们可以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群妈妈们的热歌、劲歌热舞的表演。这个节目是由施秋熙老师所带领的中营学区妈妈普风舞。首先为各位介绍第一首表演的这个舞票，叫做《汉桥恰恰》。有泪。
命令应允办事员一连自心大道团，满腹欢喜一自在，了却心事无操烦。弥勒十方广流行，暇时扶持大道了慧命，真如复兴开正中，实怀得亮放光明。我们非常感谢会宾的到齐因非常献上的魅力真景的音响。接着，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道亲，他们远道而来的青年伙伴们，为我们带来非常感性的感恩词与非常精彩的热舞表演。大会报告，越南陈志记小姐，请到出台前，请小朋友在场谢谢。在此大会报告，是否前行？陆小姐是在哪儿见过？过去跟我讲，请问是史丽吗？你是Helen大姐，你好。你好，在此人生何处不相逢？此时相逢盛坛中。所以嘛，我说缘分的东西是很奇妙的。我们竟然在这边巧逢了，那我们先向大家问个好。好，各位贵宾，各位长官，各位群人，各位警察师，各位田家大德，大家好。哇，好热闹哦，人山人海哎，协力。你们想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啊？今天嘛，不知道。切，你什么都不知，你没有知识也有常识，没有常识至少嘛，你做过家事啊？没有做过家事，你应该经过教室，是不是？说得不错。大会报告，来宾在这里哦，小姐，您的姐姐在出台前等好。你太看不起我啦！害我带了这么久，一直想不起你。现在耍一些手机，指使本领给你看喽，仔细听哦。吃葡萄不吃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哇哦，真不错！想不到士别3日，竟然刮目相看，也学起人家有点墨水来。谢谢。唉，今天轮到你有问题嘞，过去问一下，什么事情使你这么叹气？我想到你的华语讲这么棒，又会绕口令，反而想起我们新加坡的华语，真是让人家伤脑筋啊！哦，什么事使你这么伤脑筋呢？说来听。我们平常所讲的华语，总爱加入一些地方色彩，一味的加料。哦，还会加料搞，说来听，仔细听听看哦。打个比方吧，我们来听听这2个人的对白。Hello, Missy， 你在哪儿啊？我去 shopping 啊。哦 ，I see。今天是 weekend， 难怪你穿得这样 smart。哦，是吗？感谢，大力马嘎西。这只是我们新加坡的心意之一而已。其实嘛，你是还有好多的嘞。比如呢？就好像我们时常说，你有事你跑先。怎么用跑的呢？应该说你有事你先离开。这还没关系，有时候更妙的嘞，他还说你累了，去旁边养神仙哦。养神仙，我只听过有人养情夫、养二奶，几时倒又养起神仙来呢？所以嘛，这就是我们新加坡的华语咯。唉，忽然想起我们天下的众生，其实每个人都有圆满的佛性，但是来到我们世间都受到许多的色彩
所感染到，把我们的佛性一一点染上了污染，使到我们忘记了佛性的本来。你说可悲吗？对对，我也有同感。所以我们要感谢天恩师德，让我们有福得无宝贵的大道。在漫漫长年人生中，遇了多少名利和欲望，在生死浮沉之中轮回，迷失了我们至真至善至美的本性，在乱世中如灯一降，一盏明灯突破了黑暗的虚空，拯救了多少的性命。前辈们的无为牺牲与奉献，在艰苦中披荆斩棘，开荒贤道，让我们身在异国的子民也能加入修道的行列，是多么的不容易呀！如今为了感念我们前辈们的劳苦功高，我们放弃了我们的工作，来到这里，这千载难逢的盛会中，沾一份慈悲之光。也希望在这个盛会中，为众生带来更多觉醒的空间，为世间传达更多的和平讯息。愿我们与同修们共同将这个天道真理散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以报答前辈们长期以来对后学们的关怀与栽培之恩，更以报答浩荡的天恩。说的没错，天道的普度就是就拯救我们天下所有的苍生。但是最近我们的社会生病了。对，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根据统计，我国目前的青少年几乎每10人有1.2人行为偏差，比如抽烟、喝酒、吸毒、打架、捉奸犯罪，样样都齐哦。对，早时一天一件小事情，马上全国大小拢会惊。现在一日30-50件，大家变得无啥物。打开传播媒体，那边发生跳楼自杀，这儿子杀父母，天哪，人伦败坏，人伦败坏哦！我们究竟处在怎样的社会中呢？这哪里是我们心目中最美丽的福尔摩沙吗？贪心是最猛烈的火，憎恨是最坏的执着。一念善心起，诸世界吉祥；一念恶心起，种种灾难殃。这心可上天堂，亦可下地狱；心可成佛祖，也可成魔鬼。罪业本空，由心造，心若灭时，罪亦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修心啊！人间天堂多欢好，修道要趁早。不为双修没烦恼，不修阎王早。对，刚才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哎呦，你怎么这么健忘呢？再告诉你一次，今天是我们神年山一火圣堂落成的大喜之子啊！对，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日子给忘了呢？哇，你瞧瞧，这外观简直可以媲美美国白宫呢！说的没错，我们不敢说绝后，但绝对是空前。对，这大法团是天堂街道所，能够救助无边众生脱离苦海，这是上天的恩典，前人不理世际所有典凡事的慈悲和苦心，各位勤贤大德们的同心协力，各位大清们的群策群力，从黎明到黄昏，无数的日子里，从清晨到黑夜，多少的泪水和汗水，一砖一瓦，一沙一土，有人刷油漆，有人裂瓷砖，有人挑泥土，有人绑钢筋，有人舍钱财，有人当义工，大家欢欢喜喜，共同创造一座老母的行宫，一粒种子能长出参天的大树，一片爱心能够砥砺整个社会。都有安康的决心，相照来。讲到这里后，谁有点心惊胆跳？为什么呢？因为天有点紧张哦。天地莫转，天地叠转，莫三秋三灾八难，天必留哦。久久浩劫谁人脱？就事为平一贯中。我们身为一个修道人，必须有狮子的体力，猴子的敏捷以及骆驼的精神。一日修来一日功，一日不修一日空。道在圣传，修在己。得有人意，命由天。我们举事不必邀功，不过便是德。我们为人不必感德，无怨便是德。在这么一个有意义、值得纪念的日子里，让我们欢迎由心
姓马的道亲们，为大家呈现出热情的劲舞，以表达我们对道的热忱。我们有请。也在最后时刻，我们一起共勉。让我们借无数的众生，将这大船载得满满的，让我们引导在密海迷航漂泊的船只安全航向彼岸。大家手牵手，内心有一股龙的花开的挽流，大家心连心，共同传播天道的福音。说不尽的天恩，道不尽的温馨，天吹地感，让我们祝福咱们神仙山道路宏展。各位先贤大德，
各位道亲嘉宾，让我们一起创造大同的世界。谢谢。非常感谢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道歉的表演。别以为舞蹈只有年轻朋友们可以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群妈妈们的热歌、劲歌热舞的表演。这个节目是由施秋熙老师所带领的中营学区妈妈普风舞。首先为各位介绍第一首表演的这个舞片，叫做《汉情恰恰》。小妹妹，什么鸟儿好啊？什
接着为咱带来第二首的这个精彩的舞蹈，叫做《咱人约会》。咱心相约束风的相会，看见灯火渐渐长。你一代在天地无分离，双人情意情意甜。有时我等你，有时你来等我，站在路边做旁边。到国门时，百花真美丽，咱两做咱的快乐的暗暝。明日一运万事圆，一念自心大道团，满腹欢喜一自在，了却心事无操烦。弥勒持风广流行，暇时扶持大道两会意，真如复兴开正中，持怀得亮放光明。我们非常感谢菲律宾的道亲因非常虔诚的弥勒真正的英雄。
接着，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道亲，他们远道而来的青年伙伴们，为我们带来非常感性的感恩词与非常精彩的热舞表演。大会报告，越南陈志记小姐，请到主台前，请小朋友在场谢谢。在一起大会报告，都是不诚心。叶小姐是在哪儿见过？过去跟我讲，请问是史丽吗？你是Helen大姐，你好。你好，这是在人生而处不相逢，此时相逢甚谈中。所以嘛，我说缘分的东西是很奇妙的。我们竟然在这边巧逢了，那我们先向大家问个好。好，各位贵宾，各位长官，各位群人，各位检察师，各位田家大德，大家好。哇，好热闹哦，人山人海哎，协力。请问一下，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啊？今天嘛，不知道。切，你什么都不知，你没有知识也有常识，没有常识至少嘛，你做过家事啊？没有做过家事，你应该经过教室，是不是？说得不错。大会报告，来宾在这里哦。小姐，请到姐姐在主台前等好。你太看不起我啦！害我带了这么久，一直想不起。现在耍一些手机，指使本领给你看喽，仔细听哦。吃葡萄不吃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哇，真不错！想不到士别3日，竟然刮目相看，也学起人家有点墨水来。谢谢。今天轮到你有问题嘞，过去问一下，什么事情使你这么叹气？我想到你的华语讲这么棒，又会绕口令，反而想起我们新加坡的华语，真是让人家伤脑筋啊！什么事使你这么伤脑筋呢？说来听。我们平常所讲的华语，总爱加入一些地方色彩，一味的加料。还没加料好，说来听，仔细听看哦。打个比方吧，我们来听听这2个人的对白。Hello, Missy， 你在哪儿啊？我去 shopping 啊。I see。今天是 weekend， 难怪你穿得这样 smart。是吗？感谢，德里玛嘎塞。这只是我们新加坡的心意之一而已。其实嘛，你字还有好多的嘞。比如呢？就好像我们时常说，你有事你跑先。怎么用跑的呢？应该说你有事你先离开。这还没关系，有时候更妙的嘞。他还说，你累了，去旁边养神仙哦。养神仙，我只听过有人养情夫、养二奶，几时都又养起神仙来呢？所以嘛，这就是我们新加坡的华语哟。忽然想起我们天下的众生，其实每个人都有圆满的活性，但是来到我们世间，都受到许多的色彩所感染到，把我们的活性一一给染上了污染，使得我们忘记了活性的本来。你说可悲吗？对，我也有同感，所以我们要感谢天恩师德，让我们有福得无宝贵的大道。在漫漫长远的人生中，遇了多少名利和欲望，在生死红尘之中轮回，迷失了我们至真至善之美的本性，在乱世中如跟你苦将，一盏
盏明灯，突破了黑暗的虚空，拯救了多少的性命！前辈们的无为牺牲与奉献，在艰苦中披荆斩棘、开荒贤道，让我们身在异国的子民也能加入修道的行列，是多么的不容易呀！如今为了感念我们前辈们的劳苦功高，我们放下了我们的工作，来到这里，这千载难逢的盛会中，沾一份慈悲之光。也希望在这个盛会中，为众生带来更多觉醒的空间，为世间传达更多的和平讯息。愿我们与同修们共同将这个天道真理散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以报答前辈们长期以来对后学们的关怀与栽培之恩，更以报答浩荡的天恩。说的没错，天道的普度就是拯救我们天下所有的苍生。但是最近我们的社会生病了。对，我最近看了一个报道，根据统计，我国目前的青少年几乎每10人有1.2人行为偏差，比如抽烟、喝酒、吸毒、打架、捉奸犯科，样样都齐哦。对，早时一天一件小事情，马上全国大小拢会惊。现在一日30-50件，大家听得无啥呀？打开传播媒体，那边发生跳楼自杀，这儿子杀父母，天哪，人伦败坏，人伦败坏哦！我们究竟处在怎样的社会中呢？这哪里是我们心目中最美丽的福尔摩沙吗？贪心是最猛烈的火，憎恨是最坏的执着。一念善心起，诸世界吉祥；一念恶心起，种种灾难殃。这心可上天堂，亦可下地狱；心可成佛祖，也可成魔鬼。罪业本空，由心造，心若灭时，罪亦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修心啊！人间天堂风光好，修道要趁早。不为双修没烦恼，不修阎王早。对，刚才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哎呦，你怎么这么健忘呢？再告诉你一次，今天是我们神爷山一火圣堂过神的大喜之子啊！对，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日子给忘了呢？哇，你瞧瞧，这外观简直可以媲美美国白宫呢！说的没错，我们不敢说绝后，但绝对是空前。对，这大法团是天堂街道所，能够救助无边众生脱离苦海。这是上天的恩典，前人不理世纪所有典范式的慈悲和苦心。各位勤贤大德们的同心协力，对大清们的群策群力，从黎明到黄昏，无数的日子里，从清晨到黑夜，多少的泪水和汗水，一砖一瓦，一沙一土，有人刷油漆，有人裂瓷砖，有人挑泥土，有人绑钢筋，有人舍钱财，有人当义工，大家欢欢喜喜，共同创造一座老母的行宫，一粒种子能长出参天的大树，一片爱心能够砥砺整个社会。都有康康的学心，相照来。讲到这里后，谁有点心惊胆跳？为什么呢？因为天有点紧张哦。天地莫转，天地叠转莫三次，山在泛滥，天必流哦。久久浩劫谁人脱？就事为平一贯中。我们身为一个修道人，必须有狮子的体力，猴子的敏捷以及骆驼的精神。一日修来一日功，一日不修一日空。道在圣传修在己，得有人际命由天。我们只是必要方，不过便是德。我们为人不必感德，无怨便是德。在这么一个有意义、值得纪念的日子里，让我们欢迎由新马的道亲们为大家呈现出热情的敬舞，以表达我们对道的热忱。我们有请。
時にハッピー感じつまい心の中から湧き上がるパッション借り捨てられるのもありますか Break it up to the morning Break it up to the new day Break it up Are you ready now? 千年に一度も予定の瞬間に愛すべき誰かとキスしていられるように Are you ready now? いつだって未来は私の中にあって今やっと気づいたいつか道は開けるよだから break it out 谢谢，感谢鼓励，谢谢他们为我们精湛的演出。也在最后时刻，我们一起共勉。让我们借无数的众生，将这大船载得满满的，让我们引导在密海迷航漂泊的船只安全航向彼岸。大家手牵手，内心有一股龙的花开的暖流，大家心连心，共同传播天道的福音。说不尽的天恩，道不尽的温馨。天吹地感，让我们祝福咱们神燕山道路宏展。各位各位先贤大德，各位到听嘉宾，让我们一起创造大同的世界。谢谢。非常感谢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道歉的表演。别以为舞蹈只有年轻朋友们可以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群妈妈们的热歌、劲歌热舞的表演。这个节目是由施秋熙老师所带领的中营学区妈妈普风舞。首先为各位介绍第一首表演的这个舞曲，叫做《汉球恰恰》。这里有这个等级。小妹妹呀，小妹妹，什么鸟儿好啊？
力量大协会，是这时来协对。你岸上的鸟儿好，就是山的鸟儿飞。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的表演。接着为咱带来第二首的一个精彩的舞蹈，叫做《咱人约会》。咱心相约三风的相会，看见烟火渐渐远。你期待着甜蜜无分离，相来心意亲密地。不是我等你，不是你来等我，站在路边对头边。行到光明时，百花真美丽。咱做咱的快乐的暗暝。
明日一运办事完，一念自心大道团，满腹欢喜一自在，了却心事无操烦。弥勒十方广流行，暇时扶持大道了慧命，真如复兴开正中，实怀得亮放光明。我们非常感谢惠宾的到齐因非常虔诚的弥勒真正的英雄。接着，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道亲，他们远道而来的青年伙伴们，为我们带来非常感性的感恩词与非常精彩的热舞表演。大会报告，大会报告，越南陈世纪小姐，请到主台前，听众朋友在场请我的城邦在起来，又是不珍惜。小姐，是在哪儿见过？过去跟我讲，请问是雪莉吗？你是Helen大姐，你好，你好。这是在人生而处不相逢，此时相逢甚谈中。是。所以嘛，我说缘分的东西是很奇妙的，我们竟然在这边巧逢了，让我们先向大家问个好。好，各位贵宾，各位长官，各位群人，各位检察师，各位田家大德，大家好。哇，好热闹哦，人山人海哎！学历，你们想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啊？今天嘛，不知道。切，你什么都不知，你没有知识也有常识，没有常识至少嘛，你做过家事啊？没有做过家事，也应该经过教室，是不是？说得不错。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来宾在这里哦。小姐，您的姐姐在主台前等好。你太看不起我啦！害我带了这么久，一直想不起你。现在耍一些手机，指指本领给你看咯，仔细听哦。吃葡萄不吃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出葡萄皮。哇，真不错！想不到士别3日，竟然刮目相看，也学起人家有点墨水来。谢谢。唉，今天轮到你有问题嘞，过去问一下，什么事情使你这么叹气？我想到你的华语讲话慢，又会绕口令，反而想起我们新加坡的华语，真是让人家伤脑筋啊！哦，什么事使你这么伤脑筋呢？说来听。我们平常所讲的华语，总爱加入一些地方色彩，一味的加料。哦，还会加料好，说来听，仔细听听看哦。打个比方吧，我们来听听这2个人的对白。Hello, Missy， 你在哪儿啊？我去 shopping 啊。哦 ，I see。今天是 weekend， 难怪你穿得这样 smart。哦，是吗？感谢，大姨妈感谢。这只是我们新加坡的心意之一而已。其实嘛，你还有好多的嘞。比如呢？就好像我们时常说，你有事你跑先。怎么用跑的呢？应该说你有事你先离开。这还没关系，有时候更妙的嘞。他还说，你累了，去旁边养神仙哦。养神仙，我只听过有人养情夫、养二奶，几时倒又养起神仙来呢？所以嘛，这就是我们新加坡的华语咯。忽然想起我们天下的众生，其实每个人都有圆满的佛性，但是来到我们世间，都受到许多的色彩
所感染到，把我们的佛性一一点染上了污染，使到我们忘记了佛性的本来。你说可悲吗？对对，我也有同感，所以我们要感谢天恩师德，让我们有福得闻宝贵的大道。在漫漫长夜人生中，遇了多少名利和欲望，在生死浮沉之中轮回，迷失了我们至真至善至美的本性，在乱世中如灯一降，一盏明灯突破了黑暗的虚空，拯救了多少的性命。前辈们的无为牺牲与奉献，在艰苦中披荆斩棘，开花贤道，让我们身在异国的子民也能加入修道的行列，是多么的不容易呀！如今我为了感念我们前辈们的劳苦功高，我们放弃了我们的工作，来到这里，这千载难逢的盛会中，照一份慈悲之光。也希望在这个盛会中，为众生带来更多觉醒的空间，为世间传达更多的和平讯息。愿我们与同修们共同将这个天道真理散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以报答前辈们长期以来对后学们的关怀与栽培之恩，更以报答浩荡的天恩。说的没错，天道的普度之事就拯救我们天下所有的苍生。但是最近我们的社会生病了。对，我最近看了一个报道，根据统计，我国目前的青少年几乎每10人有1.2人行为偏差，比如抽烟、喝酒、吸毒、打架、捉奸犯罪，样样都齐哦。对，早时一天一件小事情，马上全国大小拢会惊。现在一日30-50件，大家听得无啥物啊？打开黄波媒体，那边发生跳楼自杀，这儿子杀父母，天哪，人伦败坏，人伦败坏哦！我们究竟处在怎样的社会中呢？这哪里是我们心目中最美丽的福尔摩沙吗？贪心是最猛烈的火，憎恨是最坏的执着。一念上兴起，诸世界吉祥；一念恶兴起，种种灾难殃。这心可上天堂，亦可下地狱；心可成佛祖，也可成魔鬼。罪业本空，由心造，心若灭时，罪亦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修心啊！人间天堂风光好，修道要趁早。不为双修没烦恼，不修阎王早。对，刚才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哎呦呦，你怎么这么健忘呢？再告诉你一次，今天是我们神年3义火圣堂佛神的大喜之子啊！对，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日子给忘了呢？哇，你瞧瞧，这外观简直可以媲美美国白宫呢！说的没错，我们不敢说绝后，但绝对是空前。对，这大法团是天堂街道所，能够救助无边众生脱离苦海。这是上天的恩典，前人不理世际所有典团师的慈悲和苦心，各位勤贤大德们的同心协力，对大清们的群策群力，从黎明到黄昏，无数的日子里，从清晨到黑夜，多少的泪水和汗水，一砖一瓦，一沙一土，有人刷油漆，有人越瓷砖，有人挑泥土，有人绑钢筋，有人舍钱财，有人当义工，大家欢欢喜喜，共同创造一座老母的行宫，一粒种子能长出参天的大树，一片爱心能够潜移整个社会。都有康康的决心，相照舞台。讲到这里，后谁有点心惊胆跳？为什么呢？因为天意有点紧张哦。天意莫转，天意叠转莫三秋三灾八难天必留哦。久久浩劫谁人脱？就事为平一贯中。我们身为一个修道人，必须有狮子的体力，猴子的敏捷以及骆驼的精神。一日修来一日功，一日不修一日空。道在圣传修在己，得有人地命由天。我们只是必要帮，我便是德。我们为人不必感德，无怨便是德。在这么一个有意义、值得纪念的日子里，让我们欢迎由心
姓马的道亲们，为大家呈现出热情的劲舞，以表达我们最大的热忱。我们有请。精湛的演出，也在最后时刻，我们一起共勉。让我们借无数的众生，将这大宝船载得满满的，让我们引导在内海迷航漂泊的船只安全航向彼岸。大家手牵手，内心有一股龙的花开的挽流，大家心连心，共同传播天道的福音。说不尽的天恩，道不尽的温馨，天吹地感，让我们祝福咱们神仙山道路宏展。各位先贤大德，各
各位道听嘉宾，让我们一起创造大同的世界。谢谢。非常感谢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道歉的表演。别以为舞蹈只有年轻朋友们可以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群妈妈们的热歌、劲歌热舞的表演。这个节目是由施秋熙老师所带领的中营学区妈妈普风舞。首先为各位介绍第一首表演的这个舞条，叫做《棒球恰恰》。
以上为咱国内第2首的一个精彩的舞蹈，叫做《咱人约会》。咱心上约束风地相会，看见烟火渐渐长。你期待着天日无分离，双人情意亲密甜。不是我等你，不是你来等我，站在路边过头边。到黄昏时，百花真美丽，咱做咱的快乐的暗暝。爱就是情恋人，情一生。明日应运万事圆，一念自心大道团，满腹欢喜一自在，了却心事无操烦。弥勒十方广流行，暇时扶持大道了慧命，真如复兴开正中，实怀得量放光明。我们非常感谢贵宾的到齐，因非常虔诚的弥勒真正的英雄。
接着，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道亲，他们远道而来的青年伙伴们，为我们带来非常感性的感恩词与非常精彩的热舞表演。大会报告，越南城市剧表演，请到出台前，听众朋友在场请不能放在起来，有时候真心。魏小姐是我在哪儿见过？过去跟我讲，请问是史丽吗？你是Helen大姐，你好，你好。这是在人生而处不相逢，此时相逢甚谈中。所以嘛，我说缘分的东西是很奇妙的，我们竟然在这边巧逢了，那我们先向大家问个好。好，各位贵宾，各位长官，各位群人，各位警察师，各位田家大德，大家好。哇，好热闹哦，人山人海哎，协力协力。请问一下，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啊？今天嘛，不知道。切，你什么都不知，你没有知识也有常识，没有常识至少嘛，你做过家事啊？没有做过家事，你应该经过教室，是不是？说得不错。大会报告，来宾在这里表演，请到姐姐在出台前陈明。你太看不起我啦！害我带了这么久，一直想不起。现在耍一些手机，指指本领给你看喽，仔细听哦。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哇哦，真不错！想不到士别三日，竟然刮目相看，也学起人家有点墨水来。谢谢。唉，今天轮到你有问题嘞，过去问一下，什么事情使你这么叹气？我想到你的华语讲这么棒，又会绕口令，反而想起我们新加坡的华语，真是让人家伤脑筋啊！哦，什么事使你这么伤脑筋呢？说来听。我们平常所讲的华语，总爱加入一些地方色彩，一味的加料。哦，还会加料法哦，说来听，仔细听听看哦。打个比方吧，我们来听听这两个人的对白。Hello, Missy， 你在哪儿啊？我去 shopping 啊。哦 ，I see。今天是 weekend， 难怪你穿得这样 smart。哦，是吗？感谢，德里马嘎西。这只是我们新加坡的心意之一而已。其实嘛，你是还有好多的嘞。比如呢？就好像我们时常说，你有事你跑先。怎么用跑的呢？应该说你有事你先离开。这还没关系，有时候更妙的嘞。他还说，你累了，去旁边养神仙哦。养神仙，我只听过有人养情夫、养二奶，几时倒又养起神仙来呢？所以嘛，这就是我们新加坡的华语咯。忽然想起我们天下的众生，其实每个人都有圆满的佛性，但是来到我们世间，都受到许多的色彩所感染到，把我们的佛性一一给染上了污染，使到我们忘记了佛性的本来。你说可悲吗？对，我也有同感，所以我们要感谢天恩师德，让我们有福得闻宝贵的大道。在漫漫长远人生中，历了多少名利和欲望，在生死浮沉之中轮回，迷失了我们至真至善之美的本性，在乱世中如跟你下，
一盏明灯突破了黑暗的虚空，拯救了多少的性命！前辈们的无为牺牲与奉献，在艰苦中披荆斩棘、开荒贤道，让我们身在异国的子民也能加入修道的行列，是多么的不容易呀！如今，为了感念我们前辈们的劳苦功高，我们放弃了我们的工作，来到这里，这千载难逢的盛会中，照一份慈悲之光。也希望在这个盛会中，为众生带来更多觉醒的空间，为世间传达更多的和平讯息。愿我们以同修们共同将这个天道真理散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以报答前辈们长期以来对后学们的关怀与栽培之恩，更以报答浩荡的天恩。说的没错，天道的普度之事就拯救我们天下所有的苍生。但是最近我们的社会生病了。对，我最近看了一个报道，根据统计，我国目前的青少年几乎每10人有1.2人行为偏差，比如抽烟、喝酒、吸毒、打架、捉奸犯科，样样都齐哦。对，早时一天一件小事情，马上全国大小拢会惊。现在一日30-50件，大家听得无啥物。打开传播媒体，那边发生跳楼自杀，这儿子杀父母，天哪，人伦败坏，人伦败坏哦！我们究竟处在怎样的社会中呢？这哪里是我们心目中最美丽的福尔摩沙吗？贪心是最猛烈的火，憎恨是最坏的执着。一念上兴起，诸世界吉祥；一念恶兴起，种种灾难殃。这心可上天堂，亦可下地狱；心可成佛祖，也可成魔鬼。罪业本空，由心造，心若灭时，罪亦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修心啊！人间天堂风光好，修道要趁早。不会双修没烦恼，不修阎王找。对，刚才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哎呦，你怎么这么健忘呢？再告诉你一次，今天是我们神年山一火圣堂落成的大喜之子啊！对，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日子给忘了呢？哇，你瞧瞧，这外观简直可以媲美美国白宫呢！说的没错，我们不敢说绝后，但绝对是空前。对，这大法团是天堂街道所，能够救助无边众生脱离苦海，这是上天的恩典，前人护理世纪所有演完事的慈悲和苦心，各位勤贤大德们的同心协力，对大清们的勤策勤力，从黎明到黄昏，无数的日子里，从清晨到黑夜，多少的泪水和汗水，一砖一瓦，一沙一土，有人刷油漆，有人叶瓷砖，有人挑泥土，有人绑钢筋，有人舍钱财，有人当义工，大家欢欢喜喜，共同创造一座老母的行宫，一粒种子能长出参天的大树，一片爱心能够砥砺整个社会。都有康康的决心，相照无来。讲到这里，后生有点心惊胆跳，为什么呢？因为天意有点紧张哦。天意莫转，天意迭转，莫上秋山在发，天必留哦。久久浩劫谁人破？就事为平一贯中。我们身为一个修道人，必须有狮子的体力，猴子的敏捷以及骆驼的精神。一日修来一日功，一日不修一日空。道在圣传，修在己。得有人际命由天。我们举事不必邀功，我便是德。我们为人不必感德，无怨便是德。在这么一个有意义、值得纪念的日子里，让我们欢迎由新马的道亲们，为大家呈现出热情的敬舞，以表达我们对道的热忱。我们有请。
一度も予定の瞬間に愛するべき誰かとキスしていられるように I am ready now 歩き出そうまだ見ぬ明日へと向かって一人きりの街へのいつかの愛に出会えるからもう一度 break it down ひとときのハッピー感じてしまい心の奥から湧き上がるパッション駆り立てられるにもありなさい Break it up in the morning Break it up in the new day Break it down I am ready now 千年に一度も予定の瞬間に愛するべき誰かとキスしていられるように I am ready now いつだって未来は私の中にあって今やっと気づいたいつかの道は開けるよだから break it out 谢谢掌声鼓励，谢谢他们为我们精湛的演出。也在最后时刻，我们一起共勉。让我们借无数的众生，将这大船载得满满的。让我们引导在密海迷航漂泊的船只安全航向彼岸。大家手牵手，内心有一股龙的欢快的暖流，大家心连心，共同传播天道的福音。说不尽的天恩，道不尽的温馨。天推地改，让我们祝福咱们神仙山道路宏展。各位各位先贤大德，各位道听嘉宾，让我们一起创造大同的世界。谢谢。非常感谢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道歉的表演。别以为舞蹈只有年轻朋友们可以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群妈妈们的热歌、劲歌热舞的表演。这个节目是由施秋熙老师所带领的中营学区妈妈普风舞。首先为各位介绍第一首表演的这个舞票，叫做《汉情恰恰》。这里有这个点感觉。
共有不分离，去
办事员，一连资深霸道团，满腹欢喜一自在，了却心事无操烦。米乐时风广流行，侠时扶持大道了慧命，真如复兴开正中，实怀得亮放光明。我们非常感谢惠宾的到亲因非常天成的魅力真正的英雄。接着，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道亲，他们远道而来的青年伙伴们，为我们带来非常感性的感恩词与非常精彩的热舞表演。